甲伊催逼讲，我甲你讲吼，你着爱安怎做，催逼，毋是普通的劝勉，是一个催逼性的。所以保罗先生伊咧讲，咱应该将为了万人、为了众人祈祷，放第一要紧。所以第一，保罗讲第一，着替众人恳求。伊第一，毋是讲迄顺序这两三事的第一，意思讲你替众人恳求的这代志呢，你要放第一要紧，第一优先。所以了解，咱看到这甲当时的假先知伫教会内底，甲这信徒讲反政府、反君王的论调，祈祷拢充满了家己自私的需要，都颠倒病。所以咱看到保罗强调一个上帝工人爱维持祈祷的生活，这维持祈祷的生活，就是敬虔的生命。所以祈祷的对象，毋通是为着家己，来为着众人祈祷。所以圣经咧讲了，你毋是为着家己尔，嘛爱为着众人。所以以咱的信仰中间，咱知影，为着众人祈祷是合上帝的心意。保罗接着讲，你祈祷对象爱为着众人祈祷。华语圣经讲为万人祷告，伊为万人是讲你为了1万个人祷告，毋是数目字的1万人，乃是就为了普世人类。所以华语圣经讲为万人祷告，是一个形容爱为上帝百姓的人来祈祷。毋是讲为了1万人的人，超过1万人毋免祈祷，毋是，咱是咧讲着为了众人的需要。所以当然，而且毋是为了讲数目字，特别爱为了众人特别的需要祈祷。所以咱知影，保罗先生伊教是当时的信徒，爱为众人特别需要。比如讲，这个国家当咧内乱当咧战争，这个国家当地震经过，才进前无偌久缅甸甲泰国8.2的地震，咱着为着这两个国家的百姓来特别的祈祷，祈祷啥？祈祷地震了后的重建的这工课。所以了解咱看到，保罗先生伊特别强调，你来为着众人祈祷。另外，这个咱看到伊创世纪18章20节，亚伯拉罕伊甲上帝伊画帕拉肯，画啥物帕拉肯？伊圣经讲，索多玛、蛾摩拉所喊话的声真大，因的罪恶实在真重。上帝甲亚伯拉罕安尼讲话一来一往，伊咧祈祷中间，伊咧讲话中间，亚伯拉罕甲上帝讲：上帝啊，若这城内底有50个义人，你是毋是就无毁灭这城？上帝好，若有这个城内底有50个义人，我就无毁灭这城。就是咧，这个城内连50个义人都无。亚伯拉罕伊搁甲上帝伊求，讲若无45个，你就莫毁这个城。上帝讲好，若无这个城内底若有45个义人，我就莫毁城。这人数对50、45、40、30、20，尾啊刚刚剩10，代表这城内底连10个义人都无。了解咱看到，上帝到尾啊，降落审判伫这两个城中间，毁灭这两个城。总是咱看到，伫上帝毁灭的城之前，上帝人民赢过伊的受气。上帝一再伫听亚伯拉罕的恳求，毋望上帝的人民若有偌济义人，上帝就莫毁灭这个城。所以了解咱看到，上帝人民赢过伊毁灭的受气。这就是安怎？亚伯拉罕为着众人伫上帝面前恳求，上帝看到，因为敬虔对上帝敬虔的生命，显出疼人的心。所以保罗先生伊苦劝这个信徒，
恁爱有祈祷的生活，因为去做祈祷生活，互咱拢会当更加敬虔听主。祈祷生活，互咱会当甲上帝更加亲密。伊咧祈祷中间超出上帝的启示，伊咱在实践的祈祷生活中间，看见上帝是听祈祷主。伊咧祈祷生活中间，你经验了上帝是听你祈祷的主，上帝是听你的主，阿门。所以了解祈祷生活的确唔当忽略。牧师啊，你讲祈祷爱偌久？当然，圣经无讲祈祷的标准爱偌久，总是咱的祈祷总无可能讲3秒钟、5秒钟。上帝，我祈祷煞。总是咱祈祷中间，咱会为了百姓祈祷，为了国家祈祷，为了社会祈祷。伊喺祈祷中间，你祈祷会增加你的时间的祈祷。所以了解，伊喺祈祷中间去超出上帝启示时，咱会祈祷的生活中间去经验上帝听。甲你隔壁讲，祈祷会经验上帝听，预备来。每一届拜三祈祷会，主理的牧师也是团队，拢会分享。咱当中有啥物人有要起来见证的无？咱有的人我看有的拢做热切的，2个无够3个，3个无够4个，足热切的起来见证以生命怎样经验上帝。而这见证会激发人对上帝信仰的这个追求。所以了解，咱看到小小的拜三的祈祷会见证，却会带来人生命激励，所以会激发咱伫信仰中间更较无追求。不如讲用祈祷起造咱属灵的生命，用代祷来起造咱服侍听人的心志。所以咱知影，咱基督徒是上帝所拣选，伫上帝眼中，咱是君尊的祭司。祭司是啥物？祭司的角度，就是为了正人祈祷。所以祭司的角色就是啥？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你看旧约会幕时代，百姓要除罪时，因将这精师带到会幕的面前，交予祭司。祭司将这精师抬了献祭伫上帝面前，因为这献祭，这百姓的罪来得到洗清，得到赎罪。所以了解，咱知影祭司的角色就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前。但现主时，圣经讲万人该祭司，也意思讲，咱众人拢是祭司的角色，拢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祝福的角色的人。所以这带领这是真要紧。所以这是首要的条件，首要的职务，就是为了众人恳求，爱专心一致，为了人的需要来祈祷。所以咱知影，主的救恩乃是为了万人、众人的陪伴。所以咱有责任将每一个人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求上帝对伊的百姓施了恩典。阿门。所以了解，当咱同正做一祭司角色，为了众人祈祷的时，咱的生命会受上帝拍看，咱祈祷的范围会愈来愈宽。亲像我讲的，当你祈祷项目对象愈来愈宽、愈来愈多，你祈祷绝对不是3秒钟，你祈祷绝对会是超过1分钟。为什么？因为你祈祷的时阵，祈祷袂停啊，毋是1秒钟、3秒钟就刷。你祈祷一项一项刷，你的迄时间，因为你祈祷的项目会多，增加你的时间。伊迄中间看见上帝，你的生命中间显出祈祷带出来迄个服侍价值。阿门。所以当你咧替人祈祷的时阵，人家讲哇，某某人多谢你祈祷呢。我因为你祈祷，我的生命，我的身体，也是我的代志，得到上帝怜悯，得到帮助。
你听了会欢喜袂？有啊，你会敢欢喜啊？哇，真正上帝听咱祈祷，你若迄人得着记得，你祈祷的人，你嘛互去得着记得，因为啊，看起祈祷带来功效。所以你知影，祈祷是啥？一个真好的服侍。所以啊，我以咱有从教会服侍中间，我有邀请一个姊妹啊，甲伊讲，某位姊妹，请你替我祈祷，因为我知影伊的嘴真红，袂凊彩甲你笑纳你所要需要祈祷的项目，我就真放心甲伊讲，某位姊妹啊，你替我祈祷好无？伊讲好，无，所以我替你祈祷。我就将我的烦恼的事交托伊，讲你替我祈祷。感谢主，阮成立牧区有一群真疼主的姊妹，每礼拜五暗时，伫咱的主堂的顶悬的宴路，伊也替我祈祷，为了成立牧区祈祷。我看到因的自动自发，安尼祈祷，我心内不止的感动。我也敢讲，若有即阵只个兄弟姊妹的背后祈祷，我的服侍更加快乐。阿门。所以了解，为了众人祈祷，是你我拢做会到。阿门。甲你隔壁来讲，你嘛会当为了众人来祈祷，伊袂来。所以了解，伫圣经内底，咱为了众人祈祷。咱来为了国家祈祷，所以这一个基督徒，咱来为了国家守望祈祷。无论这个政权你有欢喜无欢喜，请会记住，这个政权若无上帝拥稳，伊无法度伫迄位置。你会当做的，毋是讨厌伊，你会当做的，就是为伊祈祷。以彼得时代，罗马皇帝尼禄。伊对基督徒真无友善。有一天，伊吩咐人放火烧罗马城，烧罗马城了后，然后隔工将这个烧城的责任拢撒互这个基督徒，要透过安尼来归咎伫基督徒的身躯顶的罪。所以基督徒就真做代罪羔羊，弟兄姊妹。保罗是说，勉励当时的基督徒，逢迫害时，嘛是爱为了上帝这个百姓、这个政权来祈祷。所以圣经来讲，为了在位的，是啥物？就是地位真明显、真有官位、真有地位的一个人。比如讲总统也好，市长也好，因名声有大无？有啊。因有种有官兵无？嘛有啊。因是地位上，伊地位中间是正人的迄个首领啊。所以保罗圣经讲，为着在位的祷告，这就是安那。免令咱基督徒，咱毋但是上帝国的百姓，咱更加是地面上的百姓。所以咱毋是被动服从政府，咱要主动。为着政权，为着执政者来祈祷，所以伫圣经内底咱看，当咱愿意为着政人、政党来祈祷的时阵，圣经讲，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所以了解，伫咱信仰中间，咱更加谦卑，为着咱的顶悬的人来祈祷。所以咱看到，当咱敬虔的生命对咱的祈祷来产生的时阵，敬虔就有咱的中间。所以咱知影，敬虔是显出咱敬畏，咱心内敬虔对上帝，咱嘛对人尊敬。所以敬虔对上帝敬畏，对人尊敬。所以伫宗教信仰中间显出咱对人对神。拢要有一个宗教表现，显出咱的信仰的生活是有属灵的敬虔，甲诚实的生命。所以，一个诚实的人，袂将伊的情绪放伫头前，伊会将
人的需要放头前，为着因的需要，伫上帝面前祈祷。所以有时阵讲啊，我什么人、什么总统、什么市长啊，我无介意啊。是啊，我承认你无介意。总是咱会记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伊的确会将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同意的事放伫头前，将家己的欢喜放伫后面。所以敬虔的人会将上帝的事看第一要紧，为着这个在为执政的人祈祷。所以了解，咱知影，咱正式基督徒，咱为着咱的首领伊遐祈祷的时阵，显出咱信仰的成熟度。所以咱常常为着在为了伊遐祈祷，求上帝收拾因智慧甲能力，互因凭着上帝原则，照上帝恩典治理国家，互全国会当成做蒙上帝欢喜的国家。阿门。所以，了解咱看，世间人用选票来起造政权，基督徒用祈祷来影响政权。我去讲一解，世间人用投票来起造政权，比如讲怎么选国民党啊，怎么选民进党，还是怎么选民众党，不管什么党，拢是用投票来产生一个政权。正是基督徒用祈祷来影响政权。为什么？是上帝在改变伊，毋是咱一人一嘴改变，乃是上帝改变伊。啊，上帝要改变伊，就是你爱为着这执政掌权的人祈祷，是上帝改变伊。所以，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伊会将上帝的这个祈祷的对上帝祈祷的迄影响力放伫头前，将家己的情绪放后面。这是一个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会做。所以咱知影，圣经内底安尼讲，咱基督徒除了有纯正信仰，嘛还有敬虔的祈祷生活。所以起着敬虔的祈祷生活，是咱每一个人袂困难做的代志。因为敬虔生活、祈祷生活，随时你开嘴拢会当祈祷。阿门。所以圣经来讲，伊爱进人得着救，也深知道理，因为上帝是一个，人甲上帝中间中保也是一个，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伊为着众人献本身，做退赎的赎价。所以咱知影，伫信仰中间，耶稣基督，伊真正咱的甲上帝之间中保。伊通过伊的救赎，互咱得到甲上帝和好的机会。所以保罗其实对这个经文中间甲咱讲，咱做基督徒爱为了万人祈祷、众人祈祷，搁爱为着君王来祈祷。所以而且佮讲一解，万人祈祷，毋是讲一个万人，乃是讲着众人、普世人来祈祷。所以伊咧中间咧讲到，伊必着后书第3章咧讲，毋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所以咱知影，伊咧讲到万人是希腊文中间咧一个强调啥？强调咱上帝意愿意用万人得着救，就是只有相信耶稣的人才会得着救。无相信的人是无可能得到上帝救恩。虽然上帝真有疼心，上帝疼世间人，总是上帝毋是讲难产无公义无你信无信我拢疼你，拢得到拯救。上帝公义有伊的原则，凡人愿意相信军队伊的人，就得到救。所以了解，咱知影，主耶稣毋望每一个人拢明白真道。明白真道是啥物？就是充分来认捌这个主耶稣，而且充分认捌主耶稣是安那？是需要通过圣神的做工，互咱认捌圣神的启示。所以了解咱知影，
咱要充满明白主耶稣，毋是用咱的知识明白，咱是要信心启示，互你明白，互你实践。阿门。所以咱的生命对明白上帝，绝对毋是咱头壳碗就会通了解。咱需要信心的做工。甲你隔壁讲，明白上帝，咱需要信心做工，伊袂来。所以，咱明白上帝需要信心，咱需要信心的启示。所以，保罗先生写配合有所教的讲啊啦，享受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捌上帝。我搁念一届，享受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捌上帝。所以甲因讲，明白真道就是明白上帝的话语，启示上帝启示一切事。基督那是整个圣经启示的中心。所以保罗讲，咱明白真道就是明白耶稣基督。所以对上帝角度来看，伊虽然毋望人悔改来回应基督，总是了解，这新愿毋是上帝毋望人拢得到这救恩，但总是新愿袂主动啊啦，伊救恩袂主动跳去人的身躯顶，袂主动。但是啊，人必须要甲上帝合作。大家甲上帝合作，什么叫做甲上帝合作？就是人必须要悔改回应上帝，人必须要悔改回应上帝，才会受到上帝拯救福音。所以，真做基督徒的咱毋望万人正人得到救恩，需要咱唯一基督。阿门。通过唯一基督圣神做工，互人愿意悔改回应主。所以圣经咧讲，毋是人敬上帝，毋是人是上帝敬咱。所以还是圣经内底，我所读的，因为是上帝一个，上帝甲正人、甲人的中间，中保也是一个，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伊为着正人献本身，做退赎的价值，有甲时证明。所以，另外这咱看到，耶稣基督毋望咱相信伊，就是毋望咱相信伊，是爱咱回应伊。就是其他人喂，除了上帝以外，敢无别个神？有啊，嘛有别个神，就是遐个神是用人手所做的。毋是真正真神的上帝，所以主耶稣毋望人回应主，所以主耶稣诚说人甲上帝真要紧的桥梁，迄桥梁叫做中保，是两边之间上中间要紧迄个桥梁，中间的人。所以了解上帝甲人的中间，意思啥？道家肉体的上帝。一边伊是神，一边是人，所以咱知影，中保必须要有神性甲人性。所以耶稣基督一个是完全的神性，一个是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伊代表神，完全的人性代表什么？人。所以你看圣经，耶稣伊完全人性，伊会枵袂？会枵。伊会受气袂？会受气。伊会流目屎袂？伊会流目屎。伊完全人性，相信伊嘛是完全的神性。所以另外这咱看到，也因安尼，伊是完全的神性甲完全人性中间，显出伊是正做人的中保。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囝，所以伊是神，伊嘛是道成肉体人。也因为安尼，伊4个活，伊嘛是神，嘛是人。所以了解咱看到，这是基督做中保必须要经过过程，无伊就无资格来替人受死。所以了解，伊是完全的神，伊嘛是完全的人。伊的人的中间，伊无罪，伊也因为无罪，才当替有罪人安那赎罪。所以，以咱信仰中间，咱知耶稣基督真做中保，伊真做咱的替赎。所以，耶稣是人甲上帝
唯一的中保。只有通过伊，咱才会蒙上帝所欢喜。那只有通过伊，咱才会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阿门。所以耶稣讲：“我是真理、道路、活命，若无通过我，就袂当去到白遐去。”所以了解，咱只有我去耶稣基督，咱才当进入上帝面前，甲上帝有个属灵生命成分的沟通。因为咱原本有罪，咱甲上帝隔离，咱有罪，咱根本无法度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总是通过耶稣基督世界救恩，互咱做这个事情，互咱真做甲上帝好好关系，真要紧的开始。所以了解咱看到，既然耶稣为了咱顶世界，伊用伊的行动拼性命来救赎咱，显明伊的真理。安尼，咱是毋是嘛？真做上帝囝儿，咱嘛会当扮演中保的角色，真做人的拯救，真做人的望。是啊，咱咧做幸福小组的时阵，咱咧邀请人来听见证。咱邀请人来做参加幸福小组的时阵，因为咱所服侍，咱听伊，这个人因为看见这福音，因为感受这个听，哇，伊的生命转变。所以，当我咧牧会将近20档的中间，无论伊南部、伊北部，拢有带过来人信主。伊喺信主中间，过程中间服侍伊，亲像萝卜共款。即摆我咧服侍一个兄弟。巴基斯坦的来台湾18档兄弟，这兄弟呢，天天聚天天。因某老牧师啊，紧来，阮翁哥咧酒醉，你来陪伊一下。哦，阮兜离因兜徛倒歹5分钟尔，就是遮近，嘛遮近，互我疲于奔命。总是，了解，为着要听伊，为着要听伊，付上代价。虽然伊还未洗礼，总是安那，咱尽量落来服侍伊。亲爱的兄弟姊妹，保罗先生伊经验，搁我耶稣伊显现，伊的生命对一爱基督徒的人转变成做上帝的仆。伊愿意为了福音，为了主耶稣救赎福音，付上代价。什么代价？伫圣经内底咱看。伊哥林多后书10章24到25节，安尼讲。保罗讲：我互犹太人拍5摆，每一摆40个减1个，3摆受管仔拍，1摆受着石头钉，3摆拄着船破，1暝1日伫深海。所以了解，咱想，保罗先生伊为什么承受这么艰苦的事呢？是陪咧上的哦。毋是啦，伊为了福音来癫狂，来起笑。伊起笑毋是讲戇伊的起笑，是为了福音来背上伊家己。所以咱看到上帝真做咱甲耶稣基督真做咱甲上帝中保，也因为伊咱得到救恩，咱得到生命的改变，得到救赎的恩典。了解，牧师要讲。韩国有一个教会叫爱的教会，这个爱的教会创办人叫约翰钦牧师。约翰钦牧师伊写着《唤醒平信徒》，伊讲教会要甲平信徒培养成做基督耶稣的门徒，互因伫生活的所在成做圣灵见证耶稣的见证人。所以了解，咱成做个基督徒，咱成做中保，咱爱伫咱生活中间圣灵见证耶稣，阿门。所以即使刚才你无咧做幸福小组，总是安那，你因为生活中间你好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你就是咧传福音。因为人通过你的行做中间，哇，你的家庭充满了笑声、和乐声。阮兜里充满了冤家相骂声，哇！恁兜较，阮兜较，平平阮拢是厝较差较济。这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恁的家庭的气氛，你本身的生命
就真做一个见证。阿门。甲你隔壁讲，你本身就是真正见证者，会袂来？所以来到教会，人带来教会，咱做一个长老的，咱做一个执事的，咱做一个兄弟姊妹，咱尽力活出上帝公义听的见证。阿门。所以教会一定要有公义。有一个当工，伊受难节时，拄拄着老爸过身，总是咧受难节聚会特别济。有一天，伊甲中职牧师讲：啊，我甲这受难节工课无闲了的，我是暂请卖请迄个丧假。啊，这当工就甲这代志拢无闲了。过一段时间，伊想讲：啊，我丧假吼拢无请啊，为着教会咧受难周咧无闲落落，啊，无我来请。啊，无拍算，这中职人讲无啦，无这回事，你超过3个月啊，这落去法你袂当请啊！哇，这当讲想讲啊，前我想着教会需要，我无请来为着教会备办这事工。啊，当你过啊，无闲了啊，我想要请啊，你较搬出落去法，甲我讲过3个月袂当请，我真心听教会想，教会无听我想。哇！这当讲真伤心啊！这当讲讲啊，教会较安尼，我替教会想，教会较袂替我想，啊，较安尼才无情。哇！这当讲尾啊，真忧伤，是失望，就辞职离开教会。了解，教会毋是公司啊，教会是上帝的厝，所以教会爱用基督的信用来相对待啊！教会面对迄个失错，面对犯罪人，拢会重重拿起，轻轻放下。为什么？人的缘故，人的前面，总是看袂到上帝公义。我讲一个见证，过去我牧会时，有一个执事啉酒，天天醉醉天天。有一天，伊咧服侍书献的时阵，甲奉献地啊树头壳起来头前，要放落之前，手才伸落啊，摸一把就放入地下底。这个人的所做，都互伊亲家嘛，做这事人看到。有一天来甲我讲，牧师啊，咱教会发生一个这种不幸的事。伊讲我听讲好，马上调小会来处理。小会要求这事马上辞职，甲过去所摕的钱，请因兜的人甲钱拢还倒来。阮并无甲管理教会，阮包容伊，接纳伊。总是阮伫迄公义中间，错误的事，阮一定要做及时的悔改，及时的处理。过去我牧会时嘛，捌拄着长老伫教会食钱，结果叫信徒知影了，报中会来查销，不得了，查了小价现金簿仔，尽管簿仔甲现金斗袂起来。差足济，咁啊，中会要求这个长老马上解除长老这份，把伊的小交出来，把过去的这失落的钱赔回来。了解，公义的处理虽然看待互艰苦，啊，公会互处罚总是会无爽快，总是伊喺公义中间彰显上帝是是非分明的主。阿门。所以了解咱知影，这约翰钦牧师伊讲，咱爱互咱的平信徒食做门徒，以你生活中间显露出伊是见证主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朋友伫亲戚朋友中间，真侪时候咱毋敢主动开嘴讲基督见证，甚至嘛毋敢承认你是信主的身份，这是一个信仰的危机啊！代表你甲上帝无领受迄个我的生命，领受迄个勇气甲气力。耶稣伫你面前，以你嘴中袂出一个足见笑的事啊！了解，
这代表什么？你的信仰已经产生危机啊！你已经无对上帝领受迄个使命甲规律来见证上帝伫你的内面做主的恩典。所以约翰金牧师讲啊，伊讲门徒训练是毋是有健康的几种方法？就是安那检验。伊讲吼，看你门徒训练了对这个福音有偌强烈的热情啊！迄强烈热情，互你无法度阻挡你传福音的这个冲动啊！所以健全的门徒训练，爱培养出一个伫相信你的心中无法度消灭去感动人、见证人的一个规律。所以了解门徒训练，毋是结上两档课上了你讲门徒的，那是从对你的生命的行做中间，你有迄个冲动性、迄个积极性。来为主做工无？啊，是你对灵魂得救有无？你敢若无要无紧？安尼这门徒训练，若用约翰金牧师的标准，你对福音的传播，你无遮尔积极，这门徒训练是失败的，无健康。真正健康的门徒训练，是培养出一个听灵魂对福音的大自敏感。这才是真正成功的门徒训练。所以弟兄姊妹，将人带入教会，咱互人对咱得到福音，咱伫人甲上帝中间做真好中保的关系，就是你爱本身爱活出来。你若无做虚浮小作，袂要紧啊。上好是做，就是上好就是你的生命爱活出个真实的基督的生命，你。较会人讲哇，我真正是主的见证人，这确实真正为上帝做工。你较伫教会中间显出上帝信仰的公义甲疼，了解这确实会当影响人的信仰。所以门徒训练毋是课程，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咱是看到迄个价值性，福音的价值性，咱有看到无？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三角看起。主搁活了，咱要做啥？咱来做上帝甲人之间上要紧的中保的角色，互人以正人因为你安那得到救。咱三角来祈祷，是阮听上帝，你听阮祈祷，主你呼召阮加做你的门徒，你的囝儿。就是主啊，阮向你认罪祈祷。过去阮伫人的面前，阮真无迄勇气。向人宣扬阮性命的信仰见证，阮嘛真无勇气来讲阮是军队里的人。主啊，信仰甲公司、信仰甲生活，敢若对阮来讲是二分化分开。阮敢若门徒训练了，无像玉牧师共款所分享的，爱真做一个对福音热切福音的见证者。阮对福音、传福音这个热切感，阮敢真冷淡。主啊，我向你认罪祈祷，恳求你帮助阮对中保的心的态度、中保的角色、中保的人脉中间，互阮知。主，阮就是迄个中保，阮就是引带人，互人的生命得到改变，迄个真要紧的角色。主，你使用阮，互阮所做的、所行的，成做你所欢喜的。万人因为阮得到主的救恩，愿主你听阮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这是来吟圣诗，咱来陪伴咱的圣山。我心内最无烦。
赛是很多，话题我都言不平。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属于教会陪传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对原来对规方的人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取干；就近我的人，我断无弃杀你。”所听的兄弟姊妹，请你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予恁，就是主耶稣奉卖迄暝，摕饼，作写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恁大概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伫咱还未甲主同坐道进前，咱三个同心压头祈祷。主上帝。现在，按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识别阮，也识别这会摆伫你面前所手术的饼甲葡萄汁，互阮当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的稳定得到帮助，当成做你属灵的培养，也成长伫你的稳定中，当因光你的名。阮同心以主面前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今日来纪念我。咱请长老来服侍。已经设立，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欢迎你今下早起教主同齐道。当你对长老手中摕着饼，咱就立主面前谦卑认罪祈祷，免得咱食啉家己的罪。主耶稣讲：“
这是我身躯为你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食了，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伊，请咱长老来服侍。无论你相对着宗派，欢迎你今日早起甲主同齐道，笑念伊的听。当咱对长老手中摕到这个杯，咱着伫主的面前谦卑认罪祈祷，免得咱食啉家己的罪。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咱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这人三个伫咧。咱同心压头祈祷。我全心感谢有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对极大的疼，互我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跟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事，求你欢喜接纳阮，所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下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通应光你。阮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即时来圣餐奉献。
起立。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找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为了阮的罪受牺牲，定伫世界，互阮用伊的生命牺牲救赎，阮得到恩典。当阮奉献淡薄金钱伫你面前，愿你感纳。我伫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祝福车恳，圣诗388首，荣光归圣爸上帝。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祝福。我将你交予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承受。愿全你上帝爸子信上恩典得人的面，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